Round one 第一回合，有低手嘅睇呢個回合。紅方左右直拳打大家都未有一個試探嘅時間啦，一嚟就已經係火拼啦。一個 one two， 再加一個拳中，一個後手直拳命中。咁啊，紅方係想用一腳去做一個攻擊喎，一個後手直拳啊。咁啊，腳用嚟開路啊。大家攞緊距離，嘗試等一個機會，一個低手腳命中，嘗試反擊，但係距離孖啦已經。再一個低手腳互撞，一個後手直拳，一個腰手踢還多拳。咁打拳法都係命中嘅機會，都係時候出現啊！睇下邊個拳法更加頭啊！低手踢，再一個低手踢。咁啊，佢打完之後，紅方真係褪翻後啦，俾機會藍方有一個反擊機會。一個低手踢。再一個慢慢攞緊距離，南方馬逼上前啦，需要攞翻啲攻擊嘅時間啦，低手踢，再加橫勾反擊。不過好似紅方選手控制距離控制好啲喎，每次打完嘅時候都係一個搭後，咁啊令到南方嘅距離就冇咁好啦，冇咁容易反擊得中啊。後頭咗，body shot， 後手直拳。10 seconds， 最後10秒。反擊上前。低手踢可能 stop。End of round one。第一回合結束。One two fight。Round two 第二回合。一個左右一齊右腰手踢。咁啊，紅方打拳多啲好似。打完啦，咁一個後踏步，咁啊令到南方唔能夠繼續進攻啦。反正大家而家呢個時候企喺一個中遠距離攞緊距離，一個低手踢。咁個距離控制咧，好似紅方攞得好少少。咁一個搭後避開咗，跟一個拳嘅反擊，一個右腰手踢，跟一個直撐踢，一個 push kick 啊，一個後直命中。咁啊，南方嘗試逼緊啦，攞一個攻擊佢嚟啊，但係都係俾紅方嘅凌厲步伐避開咗。一個後直，猛逼上前，一個低手踢擋咗，一個後手直拳反擊，雙方都命中，一個轉身飛出嚟，但未能命中啊！猛逼上前，低手踢，跟一個後手反擊。再冷逼上前嚟攞佢嚟一個後手命中，個低手踢，俾紅方一個 side step 踏出邊避開咗個後手反擊啊！10 seconds， 最後10秒，一個腰手踢，再一個 one two 反擊。End of round two。真係十分之激烈啦，可以見到雙方都有好多進攻動作，咁唔知個結果到底會係點樣呢？Here's the result. Just one. Red corner 20, blue corner 18. Just two. Red corner 20, blue corner 18. Just three. Red corner 20, blue corner 19. So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 恭喜晒紅方選手 ，Congratulations to the red corner. Please also cheer up for blue corner. Thank you.
so great.